台语的外来语，台湾族群母语最近20冬伫复振的大路咧行，真慢，毋过加减有进步。这中间有真侪议题爱讨论，包含语言本质甲来源、文字系统、发音、语法等，拢总需要全面的讨论、研究甲议决。咱拢知影，台语包含汉语甲非汉语两部分。你、我、天、地是汉语，二牛、好事、客气是非汉语。安尼，倒一项是外来语？外来语这个词是日本人发明的，英语系的语言一般的拢是直接注明语词来源，亲像台风、口头、风水，就注明是为中国来的，事实是为日语来的。客气原本是波斯语，安尼足科学清楚。若是要做研究，嘛真利便，甚至大部分阁有交代语词采用的年代。像讲事实是1893年开始采用，台风1771年，客气1856年，阁有意义来源嘛有解说。有趣味的，会当去找 Ursus 的意义来源。当然，台语大部分语言是汉语，要用汉语做主体，甲非汉语部分叫做外来语嘛会通啦。毋过，语言是原住民语的部分，像二牛、麻萨目、阿西、马西马西等等，要安怎处理？叫外来语敢有通？继续阁发明汉字来斗。上要紧的是，咱即马咧追求台湾主体性，完整的做法应该爱包含政治、文化、艺术等等的主体性。咱敢是阁较应该有无共款的思考甲做法，阁再考虑外来语即款分类法，敢真正适合有台湾主体性的台语？